Techcanto。你知唔知你上次去酒店 check in 嘅資料，可能已經俾全世界睇到？一個酒店入住系統發現嚴重安全漏洞，成百萬張護照同駕駛執照資料直接公開咗喺度，任何人都可以隨便瀏覽到呢啲敏感個人資料。呢個漏洞影響範圍嘅廣，分分鐘你同我嘅私隱都已經洩漏咗都唔知。哇，真係好得人驚！去酒店 check in 竟然會搞到個人資料外洩，以後真係要諗清楚先好住酒店。Windows 用戶等咗好耐嘅功能，終於嚟啦！ Microsoft 最新 Windows 11測試版終於容許用戶重新定位任務欄同埋調整開始選單嘅大細。呢個功能用戶要求咗好多年，而家終於實現咗，大家可以自定自己嘅桌面佈局，自由度大大提升。正啊，終於唔使成日望住個任務欄喺度唔知點算。Windows 肯聽用戶意見真係難得。15億美金嘅和解案，竟然仲有手尾跟。Anthropic 提出嘅15億美元版權和解協議出現咗波折，法官決定延遲批准呢項和解。原因係一班作者認為賠償金額唔夠高，要求更多賠償。呢件事究竟會點收場，暫時仲係未知數。15億美金都話唔夠，呢場官司真係越搞越複雜，睇嚟 Anthropic 仲有排煩。Musk 同 Altman 嘅法庭大戰已經去到肉緊嘅地步。Elon Musk 同 Sam Altman 嘅法庭糾紛而家已經進入第3個禮拜，雙方不斷互相攻擊對方嘅可信度，場面相當激烈。而家嘅決定權就交咗俾陪審團，我哋就睇下陪審團會點揀啦。兩位科技大亨喺法庭上面互相攻擊，真係好似睇戲咁精彩。不過認真，呢場官司嘅結果會影響成個科技行業。Kindle 被 Amazon 拋棄，用戶自己救自己。Amazon 最近結束咗對舊版 Kindle 嘅支援，一班舊用戶就用唔到部分功能。不過一班機靈嘅用戶就開始嘗試 jailbreak 佢哋嘅舊設備，令部機可以繼續用落去，唔使咁快換新機。好彩有一班高手用戶，唔使部咁快變電子垃圾。不過 Amazon 唔支援舊機，都係令啲用戶幾灰嘅。網絡罪犯因為一個低級錯誤被捕，你估到係咩嗎？有一對涉嫌網絡犯罪嘅雙胞胎，竟然因為忘記關閉 Microsoft Teams 嘅會議錄音而被捕。佢哋嘅犯罪過程成個錄咗落去，警察揾到晒證據。另外 OpenAI 嘅員工都成為咗供應鏈攻擊嘅受害者，真係天網恢恢。